风台步步逼近，因伊的路线呢有变化，就咧讲台东、屏东受到威胁，高雄嘛伫影响的范围内。拜六礼拜有2场大型演唱会，即包括英国天团、接招合唱团、加 Blackpink 的这个成员 Lisa 2场演唱会，敢会因为风台的延期，主办单位讲爱搁看。I guess now it's time for me to give up. 这首歌真侪人拢听过，嘛是高立吉星的青春回响。英国天团接招合唱团真侪好听歌曲，名声透国际。看到这个传奇乐团会伫咧11月16日来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唱，真侪摇滚甲歌迷都准备好要看表演。所以记等讲11月17日就是伊的演出。Blackpink 成员 Lisa 进前去独唱新婚，参加乐团盛典 ，NTV 音乐录影大奖，高一人出道了爱 Lisa， 开始面前往国际市场发展。顶摆 Blackpink 2023年年底到高雄上台了后，Lisa 伫咧11月17日会搁伫咧高雄固定开唱。若随天土风台wat近，高雄所落来几天嘛受影响。2场演唱会敢未延期，歌迷买将是解烦恼心。若两边的主办单位讲，还搁伫咧看风台受风向，含风雨会偌大，才决定敢未举办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